廿八考試愛60分才達到標準。廿八考試愛60分才達到標準。廿八考試愛60分才達到標準。這次考試要60分才達到標準。這次考試要60分才達到標準。這次考試要60分才達到標準。再來啊！再來啊！你來請傳高做考前衝刺啊！你講唔兩啥哦，真經迄是唔錯用的。來詳細看倒台，無看講唔兩啥，按認真。你莫是閒的啦，條條去補習，怎麼講？為了公平吼，勉強下多。來。莫給面啦，讀書啦。我想問下，哦，上個你講啊，迄三角函數啊。還敢講？唔兩啥，真經迄班金八兩啊。他都講你的呢，還唔會三角函數，實在。吃飯嘛？上哥，傳授有問題。都記咧。還出題，不是很妖哦。唔知啊你哦。拜託啦。好啦，看唔兩啥哦，基本按認真。做的是好料的。好料。牛肉。泡面。因為泡面。真好咧，趕緊拿。好啊好啊。哪有2萬啊？不是飯啊。你是豬哦，大熊。我從哪裡？各位同學，我們要考試嘍！現在把課本都收起來。陸父，你聽說我本來考到60分啊？考卷往後傳，都拿到了嗎？好，現在呢，我們開始考試。先了哈，等下練安球，唔會出心跳冇？唔會啊，恁提早係我慶快樂嘅時節。不管做乜樣辦，係冇得得到冠軍，我從來唔會後悔做一個體操選手，因為體操幫我慶太嘅快樂。阿三哥，要我想想，都在做乜嘅事情，我較快樂。好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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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的東西，好料，好吃的東西，好料，好吃的東西。阿妹從頭準備好了本愛食，阿妹從頭準備好了本愛食。阿妹從頭準備好了本愛食。媽媽常常準備好吃的東西給我吃。媽媽常常準備好